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特别若是有转来到伫台南、转来故乡做伙过节的厝内的人，也愿上帝祝福伫每一个家庭，透过这个中秋节，透过这个假期，咱可会当做伙有好的家庭的时间，好的家庭的团契的生活，也愿上帝祝福每一个今来参与主日礼拜兄弟姊妹。透过咱今日的参与，透过咱今日搁一届来调见咱的上帝，来得到上帝的恩典甲祝福。伫咱开始分享上帝为伊进前，咱做伙压头来祈祷。亲爱的上帝，我满心感谢你，感谢你的保守，感谢你的带领。过去一礼拜，伫逐日拢看见着你的恩典，拢看见着你的气力教我用。也感谢你过去一礼拜的带领，到伫今日主日，互阮。搁会当平安顺遂来到伫教会，和每一个兄弟姊妹做伙来敬拜学了你。主要帮助阮，求你帮助阮伫即时，通来专心来听你的话，也透过你的话语，搁一届来对阮讲话，互阮生命有新的提醒，互阮的生命有新的更新。也求主你帮助，特别伫。今仔日到伫七美教会服侍讲道的夏牧师，也求主上帝甲夏牧师三个弟弟帮助伊伫七美教会的服侍，七美教会所传讲主的信息，也互七美教会兄弟姊妹得到帮助，得到利益，也将今日早起时礼拜所有的听事，搁一届交到伫主你的手中，求主你来引带，求主你来带领，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今日和大家做伙分享，继续一个系列，就是咱做伙来做礼拜这个系列。伫前两届的系列，和大家做伙分享，为什么咱要来做礼拜？然后，搁有一届和大家分享，咱做礼拜是咧做啥物？每一个礼拜的听事带互咱有啥物款的意义？每一届礼拜的听事，为什么咱要安尼做？今日和大家来做伙来分享，做伙来来看的另外一个主题，就是咱每一届来到教会的时阵，特别主日礼拜，咱拢伫遮讲来敬拜上帝。但是咱来敬拜上帝，咱要带着啥物款的心态？咱要带着啥物款的态度来敬拜咱的上帝？这是互咱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，也是互咱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。因为咱逐礼拜拢来到教会，咱做伙来敬拜上帝。其实敬拜毋是只有停留伫主日礼拜，其实咱的生活，咱每一日所经过的时刻，拢应该学习做伙来敬拜上主。但是咱先为咱的礼拜做伙来看，咱安怎来学习用一个心灵甲诚实来敬拜咱的上帝。所以，咱拄仔所看的经文，咱的思会带咱来读，咱看到耶稣和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人，因伫遐对话。其实这个故事非常长，咱来看约翰福音第3章，这个故事非常的长。耶稣和这个妇人人有真侪的对话，但是咱看今仔所读的经文是耶稣和这个妇人人较后半段的一个对话。这个妇人人甲耶稣问讲：耶稣，我看见你真正是一个先知，因为你知我所拄着的代志。但是这个妇人人，伊敢若面对耶稣所问的这个问题。伊无直接来回应，伊嘛无直接对耶稣来回答伊生命中所拄着的困境。伊去问耶稣另外一个问题，伊问耶稣讲：耶稣，阮撒玛利亚人和恁犹太人所敬拜的所在无共款，阮敬拜的方式也无共款。那安尼，耶稣？你敢毋通甲阮讲，爱安怎来敬拜？迄个撒玛利亚人甲耶稣问讲，安尼我应该爱安怎敬拜？我应该用啥物款的态度来面对我即马生命中所拄着的困境？所以耶稣嘛非常诚实嘛甲伊讲，毋是伫撒玛利亚的山，嘛毋是伫耶路撒冷，搁较重要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伊。耶稣安尼甲这个撒玛妇人人讲，咱拄仔拢做伙看到这段经文。耶稣讲爱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伊。所以咱做伙来透过今仔经文做伙来想，也做伙搁一届来学习，什么是敬拜？什么是敬拜？咱逐礼拜拢讲咱来敬拜，特别伫
礼拜一开始，咱拢有一个团队讲，咱做伙来敬拜，咱做伙来敬拜，咱做伙举手，做伙唱歌。敬拜只是头前的人带咱唱歌叫做敬拜吗？只有头前人讲咱做伙举手叫做敬拜吗？还是啥物叫做敬拜？咱先看诗篇，诗人安尼讲，诗篇66篇第4章，诗人安尼讲，全地拢爱敬拜你，唱歌学了你，唱歌学了你的名。诗篇的诗人安尼甲咱讲，咱全地每一个人拢爱敬拜咱的上帝，用咱的歌声，用咱的性命来回应，来称颂咱的上帝，来称颂伊的名。所以诗篇诗人，互咱一个非常重要，互咱了解一项代志，就是全地咱拢爱来敬拜学了伊，每一个人拢爱来敬拜学了伊。当咱看敬拜，当咱咧看今仔日分享的这个主题，咱来了解敬拜其实伫教会生活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。毋知当咱坐电梯去1楼的时阵，还是咱要行去咱的咖啡厅，咱敢有看到咱有一个条啊？圆形的条啊，大家有看到？顶面有5面牌啊，大家敢有认真看过5面牌啊写啥物？也是行过就看哦，真水，有5个色，哦，真水，写几个字就行过啊。其实，咱等下礼拜结束，你通落去个真认真甲看。其实迄5个牌啊，写着一间教会非常重要的5个功能。一个写着一间教会爱培育、爱教育，一间教会爱有服侍。爱有奉献，爱有服务；一间教会爱有团契，爱有小组的生活；一间教会爱有宣扬福音、宣扬耶稣好消息的功能。更较重要的是爱有敬拜的生活。但是伫啊服侍进前、团契进前、伫宣扬福音、教育培养进前，咱爱先了解，咱敢有一个敬拜上帝的心？咱敢有将上帝放伫咱生命中的第一位？放伫咱教会中的第一位，所以咱今日来讲敬拜的时，这是教会生活的根本，其实也是咱每一人生命的根本。所以等下礼拜结束的时阵，你通去下骹咧条个斟酌甲看，一间教会非常重要的5个条件。当咱讲做礼拜，也是咱讲敬拜，也是讲一场崇拜的时阵，过去讲崇拜，原本英文的意思叫 worship。意思是啥？原本的意思是讲，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代志，这是咱非常值得咱做的代志。敬拜上帝是一个非常值得咱生命去回应的代志，是咱的生命非常有价值、应该爱去做的代志。照着咱每一届伫遮组织，照着咱每一届伫遮敬拜咱的上帝，伫遮做礼拜的时阵，咱拢做伙体验安怎用咱的生命、用咱的敬拜来荣耀上帝，而且用上帝诚做是咱生命上喜乐、上欢喜的代志。然后透过咱每一届礼拜，透过咱每一届伫遮敬拜的时阵，嘛会当应用伫咱的人生，应用伫咱的生活。所以咱每一届伫遮组织的是，咱做伙伫遮敬拜，做伙伫遮礼拜，咱伫遮做伙经营团契的礼拜，伫遮学习安怎敬拜。但是等到伫咱家己的所在，等到伫厝的时阵，咱犹原敬拜。透过伫今仔早起是咱所领受的，透过今仔早起是咱伫遮唱歌、祈祷，透过伫遮咱所听到上帝话语，诚做是咱一礼拜逐日敬拜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。然后咱每一工嘛得敬拜，搁一届主日的时阵，咱搁转来做伙敬拜。所以当咱每一届敬拜时，无论伫教会，无论是咱个人，咱拢得学习安怎用咱的生命荣耀上帝。安怎用咱的生命看见上帝真实，透过敬拜，诚做是咱生命中的喜乐。所以无论咱讲是敬拜，还是礼拜，还是华语讲崇拜，咱爱了解，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代志。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代志，是值得咱安尼来做。所以咱先继续来看，啥物是敬拜？伫旧约内面和伫新约内面，敬拜有无共款的意思。当伫旧约内面，咱看伫敬拜的时阵，伊的意思是拍拜伫涂骹，降服，也是非常尊敬。伫新约，伊描写敬拜这个词，用另外一个方式去描写，伊是描写一个做奴仆的人，
看到伊的主人转来时，伊较紧走去伫伊的头前，用伊的喙甲伊亲主人的手。但是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的解说，咱拢看见一个特别的意思伫内面，就是降服家己，将家己伫上帝面前看做是一个卑微的，来到伫上帝面前来敬拜，将一切荣耀，将咱所有一切拢献上伫上帝的面前。所以咱爱先了解一个敬拜非常重要的是，咱降服伫上帝面前，毋是搁家己掠做家己头，毋是用家己做主体，是当每一届咱敬拜上帝，当咱每一个来礼拜的时阵，将上帝放伫第一位，将上帝放伫主体。所以圣经咱嘛看到用无共款的方式伫描写敬拜。咱拄仔所看的是敬拜原本的意思，旧约是讲爱拍拜，也是跪落，也是尊敬，也是亲像一个奴仆去亲伊主人的手。咱嘛看见圣经用无共款的动作、无共款的方式伫描写敬拜，唱歌、徛咧敬拜。跳舞敬拜，举手敬拜，跪落敬拜，拍拜涂骹敬拜，用祈祷做敬拜，用奉献做敬拜，佮有足侪伫圣经描述安怎来敬拜。其实，咱为圣经无共款的方式咧表达敬拜这项代志，咱伫主日礼拜咱嘛相信，咱嘛会徛咧敬拜，徛咧唱圣诗，徛咧唱诗歌，咱嘛会奉献，咱嘛会祈祷。咱嘛会拍手，咱嘛会举手，咱嘛用无共款的方式在敬拜上主。所以，什么是敬拜？第一项代志，互咱学习的，是将咱家己放落家己，用上帝做主体，将一切的荣耀，将一切荣光拢互伊，然后伫这个当中，也将上帝变成是咱生命中上喜乐的代志。掠上帝做咱生命中上欢喜的代志，所以诗人搁一甲咱看这个经文，伊讲全地代表每一个人，都应该来敬拜咱的上帝，用咱的诗歌，用咱的全心、咱的全人来称颂伊，来宣扬伊的名。所以敬拜绝对毋是拄仔讲的，只有举手，只有唱歌，也是拄仔讲徛咧。也是坐咧，也是祈祷，也是跳舞，也是任何的方式，嘛毋是只有参加一场聚会，参加一个主日礼拜叫做敬拜，这是反映出咱甲上帝的关系。为什么咱会举手？因为我愿意将一切荣光归予上主，愿意降服伫主的面前。为什么会跪落？为什么唱歌而落？反映出咱和主的关系。为什么咱要徛咧？为什么咱要奉献？这种反映出咱敬拜的态度，反映出咱和上帝的关系。所以，什么是敬拜？非常重要，反映出咱甲上帝上直接的关系。所以，咱透过今日经文，咱搁一个来学习。那安尼，咱来看，什么是心灵，什么是诚实的敬拜。等咱了解什么是敬拜了后，咱做伙来学习什么是用心灵甲诚实的敬拜。咱搁一摆看，带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所讲的这段话。耶稣讲，这个时刻伫要到，现在就是啊，迄个真正敬拜天父上帝，爱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伊。因为爸爸安尼的人来敬拜伊，上帝是一个神，所以拜伊的人就爱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伊。耶稣不断地提醒。伊伫这段经文讲了2解，伊讲爱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咱的上帝。心灵，什么叫心灵？耶稣讲的心灵，会当有2项意思。第一个是圣神，就是上帝的圣神，圣神的工作。当咱敬拜的时阵，圣神的工作，圣神的同在，就甲咱三甲伫底。另外一个心灵是啥？是咱的咱生命的人性，咱生命的中心。
咱生命的中心，咱生命的灵，敢有和上帝的圣神甲做伙？敢有伫这个敬拜内面，和主有搁较相亲近的时刻？另外，耶稣嘛讲爱用诚实来敬拜伊。什么是诚实？咱敢有大家来礼拜来敬拜神是真正是一个非常真实，敢有带着真理，敢有一个真诚的心来到上帝面前。大家来敬拜的时阵，咱敢有带一个真诚的心，还是想讲啊，礼拜日啊，时间去到啊，8:40，我应该爱来遮礼拜啊，我应该出现伫遮，所以我就来啊。啊，是真带着哇，我足卡无的，我真正爱来。我伫这个所在，我卡无上帝圣神的工作，我伫遮我带着一个真实的心，带着一个真诚的心，来到伫主的面前，我要来遮敬拜伊，我要伫遮来和主相亲近。耶稣讲爱带着一个用心灵和真诚，也是诚实的心来敬拜咱的上帝。当上帝创造咱每一个人的时阵，伊分了一口气。伊分了一口气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，互咱真做是有灵的活人。当敬拜的时阵，拄仔讲上帝的圣神，也和咱每一个有灵的活人，会当搁一摆相亲近，建立搁较亲密的关系。所以耶稣讲，为啥用灵，爱用心灵来敬拜？因为是上帝的圣神，甲咱每一个人的心，搁一摆相亲近，建立关系的机会。所以咱受造。我咧上重要的代志，就是一生就是来敬拜上帝，听伊的话，听伊的声音，来帮助咱，来认捌伊，搁较重要，来敬拜伊。所以咱一生上重要的代志是啥？敬拜上帝，用咱的生命来回应，来认捌伊的声，来认捌伊的作为，嘛认捌安怎来敬拜伊，安怎用咱的心，用咱的全人。来回应伊的恩典，所以透过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人，咱嘛继续来思考，什么是信任和诚实的敬拜。第一项代志，毋是只有看重地点，也是方式，搁较重要是有一个较无的态度。什么是信任和诚实的敬拜？毋是看重方式，嘛毋是看重地点，搁较重要是有一个较无有一个热切的态度。这个妇人人，咱拄仔所读，伊甲耶稣安尼应讲，伊讲：阮撒玛利亚人，阮的祖先拢伫这个山顶伫敬拜上帝。但是恁犹太人讲伫耶路撒冷，才是敬拜上帝的所在。这个妇人讲：恁犹太人敬拜拢伫迄个所在，阮撒玛利亚人敬拜拢伫这个所在。恁有恁敬拜的所在，你有恁敬拜的方式。阮撒玛利亚人，阮撒玛利亚敬拜方式，我这种敬拜方式较对。恁这犹太人安尼较无好，恁用恁家己的，我用阮家己的就好。撒玛利亚人讲的这个山，这个圣山，伊是原本因的撒玛利亚人有一个传统，因认为因伫一个基利心山，这才是上帝所竞选的一个圣山，所以因伫遐起造一个撒玛利亚人的圣殿，因伫遐敬拜上帝，伫遐献祭。所以因认为阮这个圣山才是阮撒玛利亚人应该爱去的所在。这个地点才是敬拜上帝的好所在。恁犹太人拢去迄个耶路撒冷，阮无去迄个所在，因为迄毋是阮的所在。咱看见这个撒玛利亚人在讲一项代志，伊所注重的是爱伫什么所在，爱用什么款的方式。若是这个所在无合我介意，这个所在毋是我所喜爱的，安尼我就无爱敬拜。我就无爱伫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，因为这毋是我欢喜的所在，这毋是我所介意的所在。但是耶稣甲这个妇人讲，妇人人你着爱信我，时阵这个时刻要到啊！恁敬拜上帝，嘛毋是伫你所讲的这个圣山，毋是伫你讲的这个聚会所在，嘛毋是伫耶路撒冷，嘛毋是你讲犹太人的讲的耶路撒冷，拢毋是。恁所敬拜的，恁毋知；阮所敬拜的，阮知。因为救恩是对犹太人出来。耶稣嘛讲一项代志，妇人人毋是你所讲的，但是嘛毋是伫犹太人所讲的这个地点耶路撒冷。哇，若是安尼，是伫什么所在？那安尼是伫什么所在？安尼
毋是伫即个圣山，毋是伫耶路撒冷，哪里是伫富强教会吗？啊是伫做一间教会，伫啥物所在才会当敬拜上帝？耶稣咧讲的毋是地点的问题，伊咧讲的是咱每一届无论参与伫啥物款的聚会、啥物款的敬拜，咱应该带的态度。敬拜非常重要的三个元素，就是咱的体、咱的魂、甲咱的灵。耶稣咧讲的毋是地点，是咱的态度，是咱较无的态度，是咱的灵、咱的魂、咱的体，敢有准备好？咱知咱的人有这三个部分。有时阵当咱要敬拜的时阵，咱的肉体可能对咱讲啊，今仔日伤忝啊，今仔日无适合。昨暗时烘肉烘遮伤晏，啊，伤忝啊，还是卖好啊。我昨有烘肉，就亲像献祭一样，昨有献祭过啊。有时阵肉体讲啊，伤忝啊，即摆嘛有网络，我看网络就好啊。有时阵咱的肉体讲有软弱，讲啊，伤卖。魂在讲啥？咱的人的魂在讲咱人的感觉，咱人的思想。咱人的感情，有时阵咱会用咱的感情，用咱的感觉，用咱的思想，可能有无共款的想法，可能有批判，可能有情绪，直到咱无法度含主三亲近，直到咱无法度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，因为咱带着咱家己的想法，那么可能受到咱的灵的影响。咱人的心灵有时阵真正嘛是非常的软弱，可能对上帝失去信心。虽然咱知咱每一样的灵是上帝分一口气，互咱有，称做是一个活命，一个活人，但是咱心灵可能会软弱，想啊，我对上帝可能上帝拢无甲我保守啊，上帝拢无甲我看顾，上帝拢无赏赐我，直到咱的心灵软弱去，直到咱的心灵袂记得上帝伫咱生命中重要的位置。所以，当咱敬拜上非常重要的三个元素，咱的灵、咱的魂、咱的体，敢有准备好？咱敢有较无？咱敢有每一届来的时阵，拢讲主啊，我准备好啊！主啊，我的身躯、我的身体准备好啊！我要来啊！我的灵准备好啊！我的魂准备好啊！我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阿罗你。敬拜是一个生命的回应。其实咱拄仔头前嘛有类似讲，这是一个咱与上帝的关系，这是咱生命的回应，表示当咱愿意来到主面前，咱的内心愿意对上帝发出咱对伊的疼，咱对伊的尊重，咱对伊一切的阿乐。上帝看得一切上好的，上帝看得一切所有咱所献上的，所以咱应该搁较准备好咱家己。当咱每一个敬拜的时阵，上帝毋是看是对一个地点。毋是看对一个方式，是咱看咱敢有准备好的心。所以诗篇的诗人第42篇第112嘛安尼讲：上帝啊，我的心切切较无你，亲像鹿较无溪水一样。我的心较无上帝，就是这个永生永远的上帝。诗篇诗人安尼讲：主啊，每一届来到你面前的时阵，我的心就切切羡慕你。亲像鹿一样，我的心较无来追求你。所以这个诗人嘛，搁一个互咱提醒，咱敢有带着这款的心，毋是地点，毋是方式，是咱的心敢有准备好。所以伫每一届敬拜过程，咱拢爱特别注心伫上帝的话语，也注心伫上帝的应允。确实，有时阵咱的生命有软弱。可能你今日来礼拜要来敬拜的时阵，你可能带着你生命的困境，带着你生命的软弱。但是每一届咱来的时阵，互咱搁一届注心伫上帝的话语，注心伫上帝的应允，热切较无心亲近上帝，上帝就来亲近咱。第二项代志，这个撒玛妇人人和耶稣的对面嘛，互咱合是看到一项代志，毋是注重礼仪的形态。毋是注重礼仪的形态应该安怎做，搁较重要是有生命的更新。毋是注重礼仪的形态，搁较重要的是每一届敬拜生命敢有得到更新。伫历代志下卷第6章第9节，耶和华
看全地，耶和华的目睭看着全地，不只看着全地，嘛看着每一个人。伊要显明伊的大气力，显明伊的能力，帮助每一个伊心存诚实的人。主耶和华的目睭看全地，也看咱每一个人的内心。伊讲，伊要显明伊的大气力，帮助每一个伊心存诚实的人。所以每一届咱来教会，每一届来敬拜的时阵，咱嘛爱来思考一项代志。透过一场礼拜，每一届敬拜了，我生命敢有真正更新？我的生命敢有真正真实伫上帝的面前？还是我选择暗藏我家己的问题，暗藏我生命中的软弱？大家来敬拜就是我来报道啊，上帝我来报道啊。我就是准时来遮，我的问题我家己处理就好啊。上帝，你我这问题你莫甲我处理，这你甲我处理，我感觉伤困难啊，是莫好啊。拄仔讲，耶稣讲爱一个心灵和诚实的人，咱每一届来，咱敢有真实来到上帝面前？咱敢有真实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伊？咱的上帝是一个监察咱人的心的上帝。而且，伊的目睭看全地一个上帝，咱敢有真正带着一个真诚的内心来敬拜上帝？另外，咱嘛真正爱非常诚实问家己，咱大家来礼拜时阵，敢会想看重咱认为重要的代志，直到妨碍咱和上帝的关系？咱敢会想看重咱认为非常重要的代志，直到咱袂记起啥物较是搁较重要的，就是咱来敬拜和上帝三千君的机会。拄仔所讲这个经文其实足长，这个经文非常足长，非常长。约翰福音第3章非常长在讲这个故事，但是拄仔有讲到这个妇人伊带着伊生命的困境，当耶稣来和伊讲话的时阵，这个妇人伊生命有侪的困境。耶稣甲讲，伊要用信任还诚实来敬拜。但是咱嘛来，虽然今仔无读到这个经文，但是咱嘛做伙来听一个这个妇人的故事。虽讲这个故事可能对侪你若对信仰较了解的基督徒，你可能听过这个故事，但是咱嘛透过这个妇人生命所拄到的问题，到伊最后改变生命的更新，安怎去敬拜上帝，咱做伙嘛来分享甲思考。当耶稣到伫这个妇人的边仔，是一个透中道的是一个妇人伊到伫边要去拍水，耶稣看到伊，奇怪，哪有人透中道咧拍水？你像即马的天气较炎热，你会想象透中道的时阵，一个妇人走去远远的所在，正要拍水，抢水，拍水是国语啊，吼，拍水吼，打水好，抢水，好。水可无法度通拍哦。好，爱用假的，用假的嘛是会使吼，用雨应该嘛会使，拍应该无法度拍袂起来。好，耶稣含这个妇人伫遐对话的时阵，看到这个妇人一人到去遐透中道，真奇怪，哪有人透中道去抢水？然后耶稣含伊对话的时阵，耶稣发现，伊甲问讲：你的先生伫对？结果耶稣讲：你有5个先生，而且即马这个佫毋是。哇！所以你看，伊的这个男女的关系非常的混乱。然后，在耶稣要问伊问题的时阵，伊嘛讲：恁敬拜伫遮，阮敬拜伫遮。伊看重礼仪，赢过伊家己实际生命的问题。伊想尽办法要去闪避伊生命的问题，伊认为这样无重要。伊想要看到耶稣的时阵，伊讲这不要紧，耶稣莫甲我处理这个问题，这我想办法就好啊。我一人秘伫边仔嘛，无人甲我看到，不要紧。但是当耶稣含伊对话，含伊讲，耶稣讲我是活水，啉我的袂喙焦。耶稣讲要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我的时阵，咱看见伊的生命有真大的更新。咱看见伊的生命有真大的改变，
一个人走去遐，可能无人介意伊可能嘛因为认为家己的身份，伊可能一人透中昼较走去迄个所在，伊可能无人介意。但是当耶稣安尼含伊讲的时候，伊得到接纳，伊的性命得到接纳，伊生命中的痛苦，伊得到一个愿望。伊原本伊啉的水是一个喙大，但是耶稣互一个活水，伊的生命得到一个永远袂喙大的水。伊的生命为外在的环境变做是伊的内心的转变。伊原本是所抵的是伊的生活，但是耶稣互伊是一个生命，互伊有活命。咱看见当伊愿意选择改变伊的生命，愿意选择真正用伊的心灵和伊的诚实、真诚的心来面对耶稣的时，咱看见伊有更新，咱看到伊的生命有改变。所以每一次来敬拜的时阵，耶稣讲用心灵和诚实，咱莫问家己，咱是将问题带来，然后甲耶稣耶稣卖，然后佫转去啊。啊是讲耶稣，我真正是有软弱，耶稣我真正有困难，耶稣帮赞，我就是安尼。耶稣我就是真正需要你的恩典，心灵诚实，就是活伫真理、活伫真实内面，毋是我靠家己的困难。毋是我靠家己的气力去处理问题，毋是我靠家己的气力在想象应该安怎敬拜上帝，是有上帝活伫咱的内心，是有这个永远我的上帝活伫咱的内心。所以敬拜的中心是啥？看见真实的家己。其实每一天咱咧敬拜的时阵，虽然边仔有侪兄弟姊妹咧和咱做敬拜，但是每一天敬拜的时阵，拢含咱其实拢会当来思考，主啊，伫这个敬拜内面，每一个参礼拜的时阵，我敢有看见我生命的真相？我敢有发现我的生命真是需要上帝的同在？主啊，求你的旨意真正成全成就伫我的生命。所以每一个的敬拜，咱拢对上帝讲：主啊，互我搁一个发现我生命的真相。主啊，帮助我，互我真正需要你的同在。主啊，互我真正看见你的旨意成就伫我的生命。所以每一个咱对上帝的敬拜，拢带到，互咱进入到伫上帝的同在。这毋若是对一个较无想要拄着上帝的人有得到帮助，其实嘛对每一个野心无力的人、信心软弱的人、忧伤人、艰苦的人，嘛得到重新恢复的一个机会，拢伫耶稣基督的能力、耶稣基督的大能得到安息，也得到更新。所以每一个来敬拜，毋若是对着较无的人得到利益，有时阵当咱带着一个忧伤的心，带着一个可能信心软弱的事，咱拢真实来到主的面前，主啊，我真正需要你的帮助。主啊，我真是诚实来到你面前。主啊，求你带领我。所以敬拜，拄仔一开始讲，这是每一个主日咱做伙一只敬拜。但是每一个主日敬拜的时阵，是互咱学习安怎来敬拜，安怎来敬拜咱的上帝。但是当礼拜结束的时阵，当你转到你的厝，转到伫你的家庭，转到伫你的工作的所在，咱嘛悠然爱敬拜。拄仔讲敬拜是咱基督徒上重要的一项代志。当咱阁有活命的时阵，咱一生拢爱敬拜上帝。所以毋是只有主日在敬拜。当咱了解咱用心灵和诚心在敬拜时，就知毋是只有礼拜日，是每一天咱拢用咱的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上帝。所以敬拜嘛是咱日常生活的方式，敬拜就是咱的生活。耶稣讲时阵要到啊，这个时阵就是啊，什么时要到？敬拜的时，所以毋是伫主日才是敬拜的时，每一日拢是敬拜的时。所以无论得时还是无得时，拢是敬拜上好的时。所以无论是得时还是无得时，拢是咱敬拜上好的时。当咱敬拜的时，搁一摆将咱的心对上帝发出咱的学乐，发出咱的尊重，发出咱的祈祷。无论得时不得时，上帝拢搁一摆将伊的恩典来赏赐互咱。所以特别
每一届主日结束，主日敬拜，咱要转去的时阵，咱嘛会当问上帝一个问题，向上帝祈祷讲：上帝啊，我会当为你做啥物？上帝啊，我会当伫我的日常生活中安怎来敬拜你？我应该用啥物款的方式？伫我敬拜时，伫我日常的生活，安怎来回应你的恩典？互咱学习，毋若是伫遮做伙礼拜敬拜上帝，也伫咱的日常的生活做伙继续来敬拜咱的上帝，一生拢活伫敬拜上帝内面。愿上帝赐福咱，互咱真正了解敬拜重要的意义。毋若是伫主日礼拜，也伫咱每一日，无论得时也是无得时的时，拢继续来敬拜有了咱的上帝。愿上帝赐福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真正活出一个敬拜的人生。这是咱来唱一条回应的诗歌，然后唱咱回应的诗歌，咱为着几项代志，咱做伙来祈祷。